大致上我哋12個宮位已經齊晒，我哋高呼過一次啦，好快脆。大家係咪覺得 OK 啊？測驗，未等你哋坐得咁開心啊！好，身體好唔好？睇咩宮？睇夫妻宮。睇佢身體好唔好？唔係啦，疾宮喎。就係我先。疾厄宮好，跟住咧男士嘅，如果男士如果想睇佢自己身體健唔健康嘅，睇疾厄宮一個宮位，仲有冇？命宮。命宮。嗱，有一個咧冇乜講嘅，今日講埋落去，睇多一眼，參考一下太陽嗰粒星，參考一下太陽嗰粒星。我哋不嬲都講咗嘅，太陽係咩？照耀大地，父系啊嘛，爸爸噶嘛，代表男性啊嘛。所以咧，你不妨望一望，如果我係男命嘅，我睇下我自己嘅命宮疾厄宮，順便望一望太陽嗰粒星究竟喺我嘅邊一個宮位。嗱，太陽咧，咩叫靚嘅太陽啊？靚嗱，太陽係咩？高高在上，照耀大地，中意去照顧人啊，不計付出啊，無私奉獻啊，咁解噶嘛。太陽最靚喺邊個位？係咪喺5位？日高高在上，係啦。只要佢喺呢個5位，咁當然啦，唔係得一個5位嘅，你慢慢向上升嘅呢啲位置咧，其實佢都叫做咩咧？我哋都叫做日料嘅。太陽最唔開心見到咩位？我哋叫落陷，呢啲子位、害位，夜晚黑凌晨嘅太陽個光輝照唔到啊，冇意思啊！咁如果太陽嘅喺呢啲宮位，我當係呢一個官祿宮啦。太陽，喂，我而家落咗陷嘞喎，我哋叫到嚇喺夜晚黑喎，見到太陽喎。本身太陽係照耀大地噶嘛，可以付出啊，可以做嘢做得好好噶嘛，好有能力噶嘛。而家我就落陷又喺官祿宮喎，即係乜嘢？咁即係我工作上邊咩啊？我唔係做唔到嘢，不過做得辛苦啦，或者吃力不討好啦。我想去努力發揮，但係好似不被人重視啦。即係總之嗰種能力被人冚住蓋住咁解，我哋叫做落陷咯。太陽我就重視，唯一得太陽同埋太陰我係重視佢係樓上定樓下。我要個太陽唔係靚嘅話，嗱簡單呢啲一定知㗎啦。你呢啲咩11點啊呢啲位啊，我想問一句，0305算叫入廟？喺太陽嚟講算叫入廟定落陷？落陷嘅舉手，1、2、3、4，入廟，棄權，開始入廟，但係唔係叫靚，但係叫開始入廟，慢慢向上升，升到去呢一個位，呢度就開始咩？叫做落陷啦。我哋叫咩咧？日落西山，佢係有餘暉，15至17點，太陽西斜，哇好晚喎！但係唔好意思，呢個晚係咩？日落餘暉，慢慢咩向下沉。呢個咧佢未出嚟嘅，仲係黑掹掹，仲係瞓緊覺喎。但係唔好意思，佢係咩？向上升緊嘅，佢係出緊嚟嘅，咁解咯。咁所以你話入廟嘅，咪去到呢啲位置咯，奪咯，去到呢個位咪奪到落嚟，就開始咩？我哋叫落陷啦，咁樣咯。咁當然日落餘暉點都好過嚇，去到咩啊？去到夜晚黑嘅21、23點啦，咩光輝都冇埋啦，得唔得？咁所以都係有少少分嘅。好，男士嘅睇身體嘅命宮疾厄宮，女士咧子女宮。跟住咧都係命宮，係啦，疾厄宮，但係咧睇多個太陰同埋咩啊？子女宮。好，我想問我嘅姻緣如何啊？睇咩宮位？我想睇下我嘅姻緣如何啊？夫妻，仲有咧？真係嘅命宮。喂，都要望一望。你個子女關唔關事啊？嗱，如果姻緣咧就未必，姻緣咧就最緊要睇下我個夫妻宮，同埋睇下我嗰個其實子女咧係你哋話叫桃花位啦。其實睇下咧我嘅姻緣究竟我夫妻宮我個命宮有冇多桃花星咁解？係啦。偏桃花。係啦，偏桃花或者桃花星啦。咁嗱，睇一命宮啦，因為點解啊？我都要睇下我同我個夫妻嘅性格夾唔夾。我係咩人？我係將軍嘅，我配偶又係將軍嘅。
咁咪大家困過咯。如果我係林治治嘅，我配偶強勢，我冇所謂嘅，得唔得嚇？可能嘅，我配偶係天梁嘅，天梁頭先講咗啦，叫咩啊？一板一眼嘅嚇。雖然我個配偶咧同我冇乜嘢嗰啲咩 sweet 嗰啲嘢，咩慶祝咩結婚紀念日啊嗰啲等等，不過佢咩啊？照顧屋企係咪啊？照顧家人，照顧屋企，噓寒問暖得啦，唔緊要啦咁樣，可能就咁啊過世咧。咁㗎，所以要睇睇自己係咩人，自己命宮係啲乜嘢。我想問下我適宜，我適宜做啲乜嘢嘅工作？我嘅人生方向。命宮同官祿命宮，跟住咧咩冇啦？官祿宮，跟住財帛宮，仲有冇？如果想睇我嘅人生方向要點樣行嘅話咧，命宮、官祿宮、財帛宮最大路。如果我想問命主想問，我今年想做生意喎，我想開創喎，喺咩宮位？高呼一個概，因為一頭嗰兩堂我唔想講住，遲啲我會話俾大家聽。有冇人想問咧？我唔記得咗邊一個叫第三堂問我嘅定乜嘢嘅？咩同姓啊？同姓氏係咪叫做？唔知邊個係咪邊個問我同姓氏？如果有機會嘅，我係我啫。咁我有咩啊？我有大哥、二家姐、三妹、四弟，你會點樣排？我可能我有大哥、二家姐、三妹、四弟點排？或者大家姐、二哥、三哥、四哥、五妹，我點樣排？或者我自己嘅女命，我有8個家姐嘅，我點樣排？咁呢啲咧，我想遲啲先講，但係有嘅。學你話齋，我想睇下我家姐黑唔黑我，或者我哥，我第二個阿哥同我好，第三個阿哥又對我好衰，點解咧咁樣？咁我下次俾少少時間，等你哋熟咗呢一個位置，先排呢啲嘢，得唔得？遲啲有機會嘅，可以講埋咧。有冇人想問我第一個老婆同第二個老婆同第三個老婆係點樣嘅？有邊個想知？冇人知係嘛？好，即刻收唔講呢句。我想知我第一任係咩性格，第二任如果衰咗咧，第二任係咩人？究竟我嚟唔嚟咧，定係點樣咧？咦，我第二任好過第一任喎，走咁樣邊一個係第一任，邊個係第二任？遲啲好冇？因為今日唔想去到呢啲位，太遠啦。Hello， 大家好。咁啊，有關我嘅紫微課程咧，咁有好多朋友咧，佢哋都追問究竟幾時會再開班啊咁樣。咁其實我嘅課程咧，基本上咧就會定時咧，逢星期4就會循環式咁去上堂嘅。咁時間咧，通常我就會係6點至到7點半，或者係8點至到9點半呢2個時段嘅。咁上堂嘅日期咧，如果真係對紫微斗數有興趣嘅朋友咧，你哋可以用 WhatsApp 67111398去查詢有關上堂嘅日期嘅。咁至於課程嘅內容啦，基本上咧全期我都係以6個月嘅時間去完成晒所有嘅課程。咁一定會包括咗咧12個宮位啊、14粒星之外咧，就會有教埋紫微斗數刑忌夾啊、財印格啊、忌歸位啊、入庫忌啊、循環忌啊、來因宮等等啊，咁樣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嘅。咁啊，同時啦，都會教大家啦點樣用紫微斗數揾下自己條姻緣線啦，或者用紫微斗數咧去計下究竟自己生男生女嘅方式等等咧，都會喺課程裡面提及嘅。咁今次咧呢一個課程咧，我就會用三合派同埋飛星派呢兩者結合，咁啊令到同學咧更加精準地去了解命盤嘅運作。咁啊，三合派咧其實就係以三方四正啦、星神啦、對宮啦、地支為主要解釋。咁而飛星派咧就會用天干同埋四化為重點。咁啊喺每一個宮位嘅天干上邊起四化，睇下飛到去邊一個宮位去解釋佢哋嘅特質。咁所以咧，我想講紫微斗數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之有趣，可以用唔同嘅方法，但係同樣都可以解釋到咧人生嘅命運點樣去運作嘅。咁啊，記住我呢個課程咧係以小班教學，基本上咧我係以6個或者8個人咧去開班嘅。
咁因為我真係好想咧，令到所有上我堂嘅同學們咧都可以好清楚明白紫微斗數係一個咩學問。咁同樣地啦，我都係會以每一個學員自己嘅命盤作為教案，咁啊令到佢哋喺上堂嘅所有同學咧，可以知道自己嘅命盤嘅人生方向之外，仲可以知道咧喺邊一個大運要注意啊，又或者喺邊一個流年啊，可以拿捏得到佢嘅人生方向啊等等。咁啊，如果對課程真係有興趣嘅朋友，希望你哋咧盡早以 WhatsApp 去查詢有關開班嘅日期。咁啊，希望同大家喺課堂上見面啦，拜拜。